大多數人都誤解佢神阻止人接觸生命樹嗰一刻，佢哋以為神係因為憤怒、控制或者懲罰先嚟做。但係從靈性形而上學角度嚟睇，呢個其實係憐憫。當亞當同夏娃覺醒咗善惡知識之後，佢哋就進入咗二元對立，思想開始分裂，內心嘅對立之間拉扯，真理變成無限角度嘅變化。二元對立雖然好美，但係唔穩定，佢只係一條橋，唔係終點。如果一個分裂佢嘅意識去吸收生命樹，佢就會變成永恆分裂狀態嘅意識。呢個唔係覺悟，呢個只係永恆嘅痛苦。所以神封咗條路，唔係為咗限制人類，而係唔想靈魂困死咗一個喺未能承受嘅狀態入邊。被逐出伊甸園唔係被神遺棄，而係一種保護，等我哋可以完整攞翻去。記得點樣完整攞翻去。當你唔再追逐無盡嘅一半，唔再喺對立中揾自己，當陰影唔再拉扯你嗰陣，生命樹就會再次出現。唔係一個地方，而係一種狀態。回歸伊甸園，其實就係你內心二元對立崩潰嘅一刻。離開咗路，透過記起會變翻做翻去咗路。